歡迎收聽 Heat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Xer 都知成熱話，荃灣中學生校內吸電子煙，女生後樓梯吞雲吐霧。近日，荃灣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醒德中學（下稱梁醒德中學）成為社會熱議話題。一段影片在網上瘋傳，顯示該校4名男學生疑似在廁所廁格內吸食電子煙，其中一名學生更直言 Xer 都知。此外，網絡亦流出另一張照片，顯示一名女學生在後樓梯吸煙及疑似飲酒，事件迅速引發社會關注。事件經過：學生於廁所 gathering 吸食電子煙。該段網傳影片顯示，有4名男學生擠在狹窄的廁所隔間內，一名身穿運動服的學生疑似從同學手中接過電子煙吸食，並吐出煙霧。影片中，當另一名學生要求歸還電子煙時，該學生回應：下我個喎，在廁所外，亦有人警告你哋知唔知個廁所係反光嘅呢？但廁格內的學生似乎並未在意，甚至有學生低聲道：咪聽佢 X 濕啦。最引起關注的是，其中一名學生竟然脫口而出：冇所謂啦，好多人都知㗎啦，Xer 都知啦。此話一出，引發大量網民熱議，甚至有不少人留言調侃 Xer 水洗都唔清，Xer 今次有麻煩。同校女學生後樓梯吸煙飲酒。與此同時，網絡亦流出另一組照片，顯示一名疑似梁醒德中學的女學生在屋邨後樓梯吸煙，手持打火機，旁邊放着一瓶疑似韓國燒酒的酒精飲品。這些行為令公眾對該校學生的紀律情況產生更大疑慮。學校與教育局回應，嚴肅處理與輔導。事件曝光後，梁醒德中學迅速回應，表示已展開調查，並對涉事學生進行嚴肅處理與輔導，同時為相關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和教育。校方強調，學校一直致力於培養學生遵守校訓、醒善修德，希望學生成為守法守規、品學兼優的良好公民。教育局亦發表聲明，指當局十分關注事件，已即時聯絡學校，並指導校方按校本訓輔機制跟進，進一步加強學生的價值觀教育。網民反映，關注 Xer 被拖下水。影片曝光後，大批網民討論該名學生所提及的 Xer， 部分人認為這句話可能只是學生胡亂吹噓，亦有人擔心若有教師知情不報，將會影響學校的紀律管理。有網民留言：Xer 真係被累死，呢單嘢仲大過吸煙本身。專家意見：電子煙與青少年問題。對於青少年吸食電子煙的情況，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指出，不少學生誤以為電子煙的危害較低，甚至覺得吸食電子煙是一種潮流。他建議學校與政府應加強相關的教育工作，避免學生因為一時衝動而影響健康。校園紀律問題引發深思。本次事件凸顯了青少年吸食電子煙及校園紀律管理的問題。隨着電子煙在青少年群體中日漸流行，如何加強監管及教育，成為家長、學校與政府的共同責任。隨着校方和教育局介入調查，社會亦期待學校能有效處理事件，為學生提供更健康的成長環境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at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下次更新時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多謝收聽。